各位同學大家好啊。今日就講2019年嘅 DSE 題目第8條，一條關於分順嘅題目。講到之前咧，就麻煩大家 like 啦，就 share 啦，就同埋訂閱我嘅頻道。就話 C 係一個 constant 啦，就 f(x) 係 x 三次方加 c(x)² 加 c， 就問 f(c) 加 f(c) 負 c 係幾多？冇啊，啲 substitution 即係直接做最快嘅，你問我。嚟到啊 ，F(c) 啦，咁等於 c 三次方加 c 乘 c² 加 c 啦。心水清嘅咧，呢個都係 c 三次方啦，咁所以咪兩個 c 三次方加 c 咯。OK， 好啦 ，f 負 c 係幾多啊？負 c 嘅三次方就加 c 乘負 c 嘅 square 加 c。呢個係負 c 三次方嚟嘅。後邊呢個咧就負 c 嘅 square，即係就 c square。所以加 c 三次方加 c， 所以等於個 c。而家你話相加喎兩個 ，OK， 所以就係兩個 c 三次方 ，c 再加個 c， 咪就加兩個 c。所以答案咧就係 cat 嚟嘅 ，OK。正路計咧都好快噶啦，老實講都唔使點諗噶啦，即係好 straightforward 嚇。你話用計數機點樣去試咧？嗱都得㗎，其實冇所謂㗎，即係你屈個 C 咧係一個數，總之咧你屈到佢咧係唔一樣。譬如你屈個5啊，我諗5都好安全噶啦，應該係啦，5都好安全噶啦。譬如即係嗰個 C 係等於5，得唔得 ？OK，嚟咯喎，咁我哋試下嘛，用計數機話，C 等於5，咁你咪首先咧就係5入咗個 C 先啦，啱唔啱先？即係你照打入去噶啦。而家你第一個 F(c) 先啦，計咗加 F 負 c 係咪？首先 F(c) 係幾多？即係5，咁你入咗個 x 噶咯喎，係咪？呢個 c 啊嘛，得唔得？入咗個 x，咁跟住咧就係5 ，OK 嘅三次方 ，OK 就加c 你先能入咗個5嘅，咁你先能入咗噶啦嘛，已經係咪？再 x² 咯，即係照打嘅啫 ，OK 嗱，我就再多次啊嗱，呢而家其實咧 c 係5。你5咧又變咗個 x，OK， 所以你5咧又要係 c， 又要係 x， 得唔得 ？OK， 即係而家你個 c 係5，個 x 都係5嚟嘅 ，OK， 跟住照打得噶啦，你跟佢個方程式去打，alpha x 三次方啦，係咪？加 c 就c 喎，sorry c x square 啦，就加個 c，OK， 出咗嚟咧就255呢個。OK， 跟住 F 負 C 喎 ，OK， 記住 C 係唔變嘅喎 ，OK， 而家係個 S 變嘅喎，所以咧負 C 咧，即係負 C 咧，而家就入咗去個 X，OK， 然後就撳翻嗰條出嚟，呢條咧就唔使改噶啦，因為你 X 就係負 C 啦嘛，C 就係唔變嘅，一撳翻出嚟5，OK， 所以咧就255加5，答案就係260。你揾到個答案係260就得噶啦。0唔係啦，2C 10即係唔係啦，即係呢個係10嚟噶嘛，係咪？睇下呢個喎，2乘5嘅，即係其實咧都唔使啦，2都費事撳啊，三次方 ，OK 就加 2C 照撳得噶啦。260出嚟，即係啱咯。所以呢個 C 咧就 OK 啦。OK，你問我咧，即係計數機都係嫌慢噶啦，即係呢啲咁嘅數 ，level 1嘅數咧。即係老實講就唔需要嘅，用 built-in function 就 OK 啦，即係 substitution OK 啦，都係可以嘅，即係可以用即係我即係 basic 啦，我覺得就係 level 就 1 噶啦呢啲，其他都冇咩好講啊嚇。OK，今日講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